話說小弟一直都好中意睇卡通片㗎，其中一套就係1983年出品嘅美國動畫《G.I. Joe 義勇群英》。故事主要係講一支集合各地精英嘅美國頂級特種部隊點樣對付邪惡組織毒蛇黨。估唔到去到2026年撞啱美國獨立250週年，大總統真係叫人組織返隊義勇群英。不過今次呢隊部隊就唔係去反恐，而係嚟個白宮群英會搞賀壽。而呢份賀壽名單剛剛就喺 UFC 326比賽途中公佈咗啦。今集我哋打邊爐，同大家檢視下呢班義勇群英有幾架勢。大家好，打邊爐嘅時間。今次呢晚 UFC Freedom 250嘅白宮群英會講都講咗成年咁滯啊！家陣賽會終於公佈正式出場陣容啦，但搞乜事要勞師動眾喺今年6月中搞呢壇大龍鳳呢？話說現任美國大總統 Donald Trump 今年6月就正式80大壽，咁啱得咁巧，今年又係美國獨立250週年。作為 UFC 忠實 fans 嘅佢，大總統就決定揾白老闆搞新意思，叫白老闆變身做白領班，帶領一眾武林高手喺大總統正日生日6月14日殺入華盛頓白宮，搞翻晚 UFC 白宮群英會。為咗呢場群星拱照美利堅，就連原定今年喺法國舉行嘅 G7 峰會大會都要順延1日至6月15日先開始，讓路俾大總統睇 show 賀壽啊！咁你就知道呢次白宮群英會幾咁重要啦。本來搞 show 呢家嘢，白老闆就最拿手啦，連 Covid 嗰陣咁麻煩都可以諗到計仔繼續搞比賽，白宮群英會呢啲嘢小兒科啦。不過單係諗邊個入選今次做義勇群英都已經相當惡啃啦。先講今次嘅落選陣容，為咗迎合大總統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再加上近期啲地緣政治咁鬼混亂，所有俄羅斯相關冠軍人馬，包括 Welterweight 嘅鷹爪門大師兄 Islam Makhachev、Middleweight 嘅狼王 Khamzat Chimaev同 Bantamweight 嘅小飛俠 Petr Yan 3個冠軍齊落選。一來兩個國家近期政治上又唔多啱 key， 二來費事班戰鬥民族殺得盛起搞串個 party 啊！事有湊巧，3個俄羅斯系選手唔係話有傷，就係安排佢喺6月前就有比賽打。咁佢哋未能入白宮獻技，都勉強解釋到嘅，亦都叫俾翻個下台階 UFC 啦。不過一眾格鬥迷就心諗：除咗一眾俄羅斯系冠軍入唔到圍，其他退役明星都冇被徵召做義勇群英啊！先講本來雄心壯志，開晒口話想喺白宮嗰度同前大師 Michael Chandler 打復出戰嘅嘴炮王 Conor McGregor， 呢位入過白宮同大總統握晒手影晒相嘅前 UFC Double Champion， 上年收到風有白宮群英會 ，Conor 年尾就已經修心養性，積極備戰，仲重新跳翻入去弱檢池，諗住今年強勢回歸啦。點知最後都係入選唔到做義勇群英，唔知 Conor 家陣喺屋企嘔緊幾多血啦。另一個事前嘈到拆天，要去白宮打嘅大名選手就係骨頭哥 Jon Jones。由傳出白宮群英會呢單嘢開始，骨頭哥就日夜話自己隨時 ready 可以打。不過你老哥上年同 Tom Aspinall 嗰場重量級大戰，話打又唔打，白老闆點信得你過啊？結果諗都唔使諗，就算當晚有重量級看守冠軍戰，預都唔預你骨頭哥啊！事後莊中嬲到話 UFC 唔俾佢打，就唔該立即同佢解約，咪阻住地球轉啊！Jon Jones， 你上年玩到咁大，人家家陣唔信你都應份啦。話知你當年喺大總統面前跳 YMCA 啊，
你自己家陣喺屋企慢慢發牢騷啦。豈有此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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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師兄師姐又點睇呢份落選名單呢？埋嚟傾兩句啊！講完班名落孫生，就要講下今次入選嘅義勇群英有幾架勢啦。最終名單一出，當晚 UFC Freedom 250總共有6場比賽，全部都係男子組賽事，冇計啦。唯一女子組美國冠軍 Kayla Harrison 1月嗰陣傷咗條頸，要休養6個月，趕唔切復出啊！然後再睇各位義勇群英，大部分都係立技高手，始終搏擊嘅嘢，一般人都係受落拳拳到肉，中意 KO 啊 TKO 啊呢啲官能快感，推咗落地下磨爛隻嘅嘢，可免則免咯。6場大戰領銜主演 Main Event 嘅就係亂到九彩嘅 Lightweight 冠軍戰，由正印冠軍格魯吉亞選手鬥牛勇士 Ilia Topuria出戰看守冠軍美國選手 The Highlight Justin Gaethje。啱啱搞掂晒離婚官司復出嘅 Ilia， 佢啲 boxing 有幾可怕，大家都心中有數㗎啦。單係睇下佢上次點樣左右開弓閃電 KO 拉哥，就知佢啲拳有幾準有幾狠啊！唔少冠軍人馬，包括天佑 Max Holloway、和哥 Alexander Volkanovski， 全部都俾佢掃低晒。除咗技術高超之外，鬥牛勇士每場賽事前例必做足功課，了解晒對手嘅弱點位置，先會喺比賽途中打得咁得心應手啫。至於Gaethje，出晒名鐵拳無敵嘅佢，喺上場看守冠軍戰中打到英倫死小孩 Paddy Pimblett 有幾慘，我諗大家都歷歷在目啦。現年37歲，喺 UFC 打滾咗接近9年，過去打過幾多場精彩戰役，數都數唔晒啊！除咗鐵拳無敵 Westholing 有翻咁上下勁，Gaethje 仲出晒名抗打能力極強，護甲值奇高。到底鬥牛勇士今次有冇咁易修理到Gaethje呢？就要到時先知啦。Co-Main Event 都夠晒睇頭，原 Light Heavyweight 冠軍巴西選手鋪攤大哥 Alex Pereira挑戰 Heavyweight 排名第一法國選手 Ciryl Gane 爭個看守重量級冠軍。冇錯啊，情願揾個巴西人對法國人爭 interim， 都唔揾你骨頭哥出嚟打。Jon Jones， 你睇下你幾黑白老闆憎啊！豈有此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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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原冠軍 Tom Aspinall 喺上年冠軍衛冕戰俾人一嘢插眼傷到家陣，咁啱鋪攤大哥稱霸完 Middleweight 同 Light Heavyweight， 家陣想再進一步稱霸埋個 Heavyweight， 結果白老闆就俾個機會鋪攤大哥同排名第一嘅 Ciryl Gane爭個看守冠軍啦。鋪攤大哥嘅石拳有幾重，我諗都唔使我多講啦。但佢最可怕嘅其實係佢啲低數。每次比賽，鋪攤大哥例必向住對手嘅小腿係咁掃，要知道本身中佢一腳都幾金㗎啦，仲要掃得5、6腳，基本上隻腳都唔使喐啦，掃到你隻腳連企都企唔穩，喐又喐唔到，咁你嘅命運就係等食鋪攤大哥嘅石拳啦。至於對手 Ciryl Gane 打法其實係全面，好夠殺傷力嘅。不過近年大家對佢嘅印象應該就只係對付原冠軍靚佬湯嗰陣，嗰一招先學神針，一插就插到靚佬湯對眼，做完手術家陣都仲休息緊。所以好多人都提醒鋪攤大哥，到時上場比賽記住帶翻個護目鏡穩陣啊！其餘賽事點都叫有啲睇頭嘅。Bantamweight 賽事前冠軍美國選手 Sean O'Malley 對戰加拿大選手 Aman Sahabi， 兩個都係立技向選手，但係上場蜜糖哥打宋亞東都俾人打到氣咳，好爭議咁先至贏到。今次打着 Sahabi 得唔得㗎？Lightweight 賽事巴西人 Mauricio Wolfe 硬拼美國選手前大師 Michael Chandler。擅長防反打法嘅 Wolfe 對上出晒名向前衝嘅前大炮，到底老錢又搞唔搞得掂呢？但係原本諗住對付前大炮嘅 Conor McGregor， 家陣見住替代佢出戰嘅係巴西人 Wolfe， 應該喺屋企又嘔緊血啦。
Featherweight 賽事排名第2，巴西長毛 Diego Lopes 迎擊排名第9美國選手 Steve Garcia。2月頭冠軍和哥先打完 Lopes， 可能都未回得到氣，只好叫技術有翻咁上下嘅長毛幫手頂下檔啦，對付住啲拳腳都有翻咁上下重嘅 Steve Garcia。不過長毛上次打完先話傷咗腳面，啲傷好翻晒未㗎？成個義勇群英名單入面最出奇嘅就係場 Middleweight 賽事，兩個冇排名嘅美國選手 Bo Nickal 對戰 Kyle Daukaus。33歲嘅 Kyle Daukaus 上年先回歸 UFC， 叫做打出2場精彩嘅 first round finish 啦。但係 Bo Nickal 同啲冇排名嘅選手打就係威係勢嘅，但一對住有排名嘅 RDR 咪俾人 KO 咯。各位師兄師姐對呢份義勇群英嘅名單又有乜嘢意見呢？留言俾啲評價啊！出場陣容都已經搞成咁樣，實際操作上嚟就更加嘔白泡。首先，場地同人手安排已經係一個難題啦。今次嘅比賽場地唔係專門嘅運動場館，而係美國最高領導人辦公同住緊嘅地方白宮喎。保安咁森嚴，單係點樣搬個八角籠入去？比賽場地放室內定室外？要 set 幾多個觀眾席等等，唔係白領班說了算啊！全部都仲要同白宮嗰邊洽談批准，多咗一層政府關卡。到底 UFC 仲可唔可以好似以前咁靈活咁應付突發事件呢？更陰公嘅係喺得白宮搞比賽，好明顯到時八角籠側邊嗰啲觀眾，大部分唔係國家級元首，就係各國達官貴人，冇大總統嘅邀請，都保證唔使入場睇拳啊！問題係呢班天龍人個個高高在上，係咪會好似大總統咁投入去睇 MMA 比賽先？全場到時靜英英冇嚟聲氣，幾好戲碼都冇用啦！如果真係咁冇氣氛，咁到時就真係要靠 UFC 吉祥物 Bruce Buffer 再落力啲嗌啦。最慘係咁搞法，門票收入點睇都係0，但係為咗與民同樂，主辦方 UFC 就話喺白宮南面嘅一個大公園整部大電視，再整埋一個可以容納85000人嘅臨時場地，門票費用全免。到時民眾們就企喺公園嗰度睇住大電視直播。白老闆一早講咗，今次 UFC Freedom 250嘅一切費用全部由 UFC 一力承擔，唔使美國政府出1分1毫。過去大總統咁撐你白老闆，今次白老闆到你牙義氣精忠報國啦！各位師兄師姐又覺得呢一次白宮群英會搞成點呢？埋嚟吹下水啦！今集嘅打邊爐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各位師兄師姐同我哋一齊打撈打咗咁耐啊！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打邊爐嘅 YouTube channel， hit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哋啦。有你哋嘅支持，個爐先可以保持熱度打落去。密切留意打邊爐頻道，我哋下次見。